亲啊，这个快筛阳性就是确诊，明仔载就要开始来实施。台大急诊医学部的林村教授李建章特别来提醒，若要解决目前老大人诊断延误的问题，就要知影老大人若来确诊所出现的非典型的症状。因为一般年轻的族群的镜头，无一定会出现伫个老岁仔人的身上。医生是来整理出4种老大人非典型的症状。像这个体温若到37.2度，小可烘烘，恐惊就是确诊。过来会吐、会闹，或者是会黑白讲话有幻想，或者是人舔舔神神，骹手无力，甚至会来跌倒，这拢真有可能是老大人确诊的镜头。赶紧甲做快筛，若是阳性，就赶紧摕药啊、食药啊，安尼就会当控制病情。361。几度才算发烧？国民健康署的定义是体内中心的体温38度，还是比38度较悬？要不若是37度半到38度之间，冇可能是小可有发烧。尤其要注意新冠病毒伫老大人的身上迄款非典型的表现。年纪大的老人他不容易发烧啦第一个就是他是微温他不会正常烧到38度3以上。老大人发烧唔是青壮年的38度3，美国感染科学会认定讲，老大人喙孔温度37度8一摆，还是37度2 2摆，就是发烧。老大人若有久年寿，这就较歹分。要不若会吐、落瀉等等的胃肠镜头，就是确诊的表现。8到10岁人，还是帕金森氏、失智症，还是捌中风过患者确诊，可能会产生急性脑功能的障碍。常常会有认知的问题，像讲黑白讲话，也是无声在人。另外，跌倒嘛有可能是确诊后的表现。急诊呢这几天已经好几个案例，就是说他是跌倒髋关节骨折，那送来是外科，要开刀的时候才发现，说事实上他是 COVID， 那其实 COVID 才是导致他跌倒的原因，因为 COVID 在这些老人呢，他们的肌肉比较没有力量。老大人较无捌，疫情期间，伊搁踮伫厝内，若是会着，人会可能显现数据无力。医生有教一寡撇步。先找一张稳固的椅子，抓着这个椅背做简单的伏地挺身，就像这样子。那第二个动作呢是坐下来，但是轻轻的碰到椅子上面，这样可以增加下肢的肌肉。医师提醒讲，若是老大人有类似的镜头，一定要先用快筛检验过，阳性就使赶紧食药啊。就算快筛阴性，镜头若无改善，嘛应该赶紧去找医生，透过 PCR 来诊断，以免去牵着治疗的时机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